唐朝係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而開放嘅時代，歡迎世界各地嘅人嚟中國做生意同埋傳教。呢啲外國人向唐朝政府交咗好多稅，讓政府賺咗好多錢。不過外國人多咗啦，亦都可能帶嚟麻煩同危險，所以政府就要好似一位認真嘅大管家咁，既係要賺錢，亦都要保護國家嘅安全。於是唐朝政府將南部嘅廣州變成一個專門同外國人做生意嘅地方，仲設立咗一個叫做市舶司嘅部門，負責收稅同埋檢查貨物，防止違法嘅事情發生。此外，佢哋喺珠江口附近設立咗屯門鎮，派咗2000名士兵保護廣州同埋附近嘅航道安全。呢個屯門就係今日香港嘅一部分。原來我哋香港早就對國家咁重要啦。點解廣州會成為唐朝最重要嘅貿易港口呢？因為廣州喺唐朝之前早已經係南方嘅一個大港口，當地人一直安安靜靜咁做生意，冇受到北方戰爭嘅影響。唐朝嘅廣州港口設施好有規模，亦都好完備，分為內港同埋外港兩部分。內港喺廣州城有一個叫做繁芳嘅地方，係俾外國商人居住嘅社區。至於外港，今日香港嘅屯門就喺外港嘅範圍之內啦，係俾商船喺進出廣州途中停泊休息，甚至停留一段時間，等待適合帆船航行嘅季候風嚟到，咁先再出發嘅。咁嗰時嘅屯門實在係外國船隻嘅避風塘同埋補給站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會以為唐朝有好多人坐船去到外國去做生意，其實又唔係咁樣嘅噃。因為唐朝對百姓出國有嚴格嘅限制，唔允許隨隨便便跑到外國嘅，所以好多貿易都係由阿拉伯同埋印度嘅商人嚟到中國做。佢哋坐住大船，由好遠嘅地方帶貨物嚟到廣州，令廣州變得非常熱鬧。根據史書記載，唐朝嘅廣州曾經有多達12萬嘅外國人，可想而知，屯門亦都有好多外國商船啦。呢啲外國商人唔單止帶嚟財富，仲連接咗唐朝同埋世界其他地方。呢一條從廣州出發，經過南海，通往印度洋、非洲以至歐洲嘅海洋貿易路線，就係海上絲綢之路，促進咗中外嘅交流同埋繁榮。